小白，你的伤已经彻底好了，我明天就放你回后山，怎么样？开心吗？终于不用吃怪味糕了。这几天我好吃好喝的招待你，你回后山了，会不会想我呀？我可是会想你的。这感觉软软的。糖炒栗子，什么？糖炒栗子？这是什么？糖炒栗子，嘿，好香啊！我昨天还梦到糖炒栗子，怎么今天就有了？不知是哪位好心的神仙听到了我的心愿。我虽然没有见过您，但您一定又英俊又帅气。谢谢您送给我的糖炒栗子。不对，这世上哪有神仙这么闲，会送糖炒栗子给我？一定是小姐送给我的。这个世界上只有小姐才知道，我最爱吃糖炒栗子了。小白，你运气可真好，在你回山里前，小姐还买了糖炒栗子给我。这个糖炒栗子又大又香又甜，可好吃了。我也给你吃一些吧。小白，小白，小白呢？糟了，他不会被人抓去对蛇羹了吧？